歡迎嚟到心流生活，我係 Nora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做一個身體掃描嘅練習。喺日常時間，我哋經常都好忙碌，成日諗住啲煩惱、責任要做嘅嘢。好多時候，我哋會同自己個身體失去咗聯繫，可能膊頭好繃緊，我哋都唔會察覺。可能你成日腰痛，但我哋都當冇事，繼續硬撐。我哋個身體其實好努力咁支持住我哋，但係我哋好少停低落嚟，好好多謝佢。所以身體掃描練習嘅目的係重新同自己嘅身體建立聯繫，學識去覺察同埋接納我哋身體唔同嘅情況。用溫柔嘅態度對待自己嘅身體，身體就自然可以放鬆。最後就係練習活在當下，唔係諗住過去，唔需要擔心未來，只係專注喺此時此刻。喺接住落嚟呢10分鐘，我哋會一齊做一個身體掃描練習。首先，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坐姿，如果你鍾意嘅話，都可以瞓低。如果你係坐喺凳上面，就將雙腳平放喺地下，感受雙腳同地面接觸嘅感覺。可以將雙手輕輕咁放喺大髀上面，或者放喺一個你覺得舒服嘅位置。嘗試挺直你嘅脊骨，唔需要太僵硬，放鬆啲就可以啦。如果你想嘅話，可以輕輕合上眼睛，又或者將視線放喺前面嘅某一個定點。首先，我哋深深咁吸一啖氣，然後慢慢呼返出嚟。我哋再嚟多次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非常之好。而家就等你嘅呼吸回復自然，你唔需要刻意去改變佢，只需要留意住吸氣嗰陣同呼氣嘅時候，感受一下空氣經過你鼻孔嘅感覺。吸氣嘅時候，可能你會覺得涼涼地；呼氣嘅時候，可能你會感覺到暖暖地。如果你嘅思緒唔小心飄咗去第二度，都係冇問題，係好平常嘅一件事。你只需要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嚟呼吸就可以啦。好，而家我哋慢慢將注意力由呼吸帶到去身體度。首先，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雙腳，感受你嘅腳掌同地面或者同鞋接觸嘅感覺。留意下你嘅腳趾、腳板、腳跟，你可能感覺到有少少壓力，或者係暖暖地、凍凍地，又或者其實冇乜特別嘅感覺，都係冇問題嘅。你亦都唔需要刻意去製造任何感覺，只係留意此時此刻有啲乜嘢就可以啦。
好，而家我哋再深呼吸多一次，將新鮮嘅空氣帶到去你嘅雙腳，滋養佢哋。呼氣嘅時候，將所有繃緊同疲勞都呼走，放鬆你嘅雙腳。而家我哋慢慢將注意力向上移，去到你嘅小腿，感受下小腿嘅肌肉，可能有少少緊繃，又或者好放鬆。無論係點，都只係觀察佢，接納佢而家嘅狀態。然後我哋繼續向上，去到你嘅大髀，感受下大髀同你張凳或者床接觸嘅感覺。如果有緊繃嘅地方，可以深呼吸一次，呼氣嗰時就試下放鬆嗰一個部位。而家我哋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臀部同埋腰部，感受下臀部坐喺凳上面嘅重量，係好穩定、好踏實嘅感覺。又留意下你嘅腰同埋背脊有冇繃緊嘅地方呢？如果有，都唔緊要，可以留意佢。然後我哋深深吸一啖氣，將我哋嘅呼吸帶到去腰部。呼氣嗰時，想象下所有嘅繃緊都融化咗，流走咗。然後我哋慢慢將注意力去到肚嘅位置，留意下你個肚隨住呼吸一起一落。吸氣嘅時候，你個肚會脹起；呼氣嘅時候，個肚又縮返，好自然，好舒服嘅。而家又留意下你嘅心口，嘗試感受一下你嘅心跳，可能你感覺到，又或者感覺唔到，都係冇問題嘅。你想嘅話，都可以將一隻手輕輕放喺心口度，感受下呢個位置嘅溫暖同埋起伏。接落嚟，我哋將注意力去到膊頭，好多人嘅膊頭都會好繃緊，因為我哋成日都要擔心好多嘢，亦都會不自覺咁樣縮咗個膊頭上嚟。而家我哋深深咁吸氣，將我哋嘅膊頭微微升起，然後呼氣嘅時候，試下用少少力，將個膊頭放低，完全放鬆落嚟，非常之好。而家我哋留意下頸部同埋頸背，溫柔咁轉下你嘅頭，可以左右喐下，又或者順時針咁樣轉一個圈，放鬆一下頸部嘅肌肉。如果有覺得好緊嘅地方，我哋再一次呼氣放鬆。慢慢我哋將個注意力帶到去我哋塊面度，留意下你嘅額頭、你嘅眉毛、眉心、
眼皮，放鬆下你面部嘅肌肉，特別係個下巴，可能有時呢會唔自覺咁樣緊住咗。輕輕放鬆你嘅嘴唇，甚至可以微微咁笑一笑，放鬆一下成塊面。而家留意下成個頭部，感受下你頭嘅重量，係唔係好輕鬆、好舒服咁樣喺個頸上面呢？最後將注意力帶到去雙手同埋手臂，留意下你嘅手指、手掌、手腕、前臂、上臂，可以放鬆下你嘅雙手，等佢完全咁樣沉落嚟。你覺得舒服就可以啦，做得非常之好。而家我哋將成個注意力擴展到去成個身體，由頭到腳，感受下你成個人係好完整、好平靜。留意呢份喺你身體入邊嘅寧靜同埋安穩。深深吸一啖氣，然後慢慢咁呼出嚟。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試下喐下你嘅手指，喐下你嘅腳趾，輕輕轉下你嘅頭，伸展下你嘅身體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你可以慢慢咁擘返大隻眼。好啦，多謝你用呢10分鐘同自己嘅身體連結。記住，你隨時都可以用呢個練習去照顧自己嘅身體同埋心靈。希望你繼續帶住呢份平靜過接落嚟嘅一日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